对对对。9到11月，随着园林和景观的建成及现场形象的改观，我想。常副总，你来啦。常副总。南宫，听说你升助理了，祝贺。谢谢。我那天也是一时冲动，还以为在公司待不了多久呢，没想到结果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以后还要常副总多关照呢。好好工作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啊，麻烦了把这份文件交给顾总。好的。是苏小姐吗？你是？什么也甭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一位姓贺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。喂，苏妍希，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？收到了。可是，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，结果意外的收获。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城，顾西城自然会原谅你。交给顾西城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要你干嘛就干嘛。傅博雅，老虎是俺，谁他妈的是谁？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不要走，踢球去。进来。顾总。嗯。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，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想不到南宫能力还挺强的嘛，说来给我听听。来，顾总您看。对对对。9到11月，随着园林和景观的建成及现场形象的改观，我想一定会有新的影响。啊？是吗？哦，我说你的报告做的挺合我意的，不错，我自己看一看。你先忙去吧。好的，顾总，那您看，我先去忙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城。虽然南宫琉璃没安好心，可是我要这样做了，岂不是让她太没面子了？对了，她还有个男朋友，我可以让他去劝南宫琉璃啊。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，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啊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
是你约的我。我在等我爸爸。是不是带你去找你爸爸？不要，我要在等怎么回事啊？你能忘记了？你怎么了？快，给你把这事下来。那到底什么名字？来，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啊！来，不磨牙，走踢球去。叶希，我终找到你了，你都把妈妈吓死了。对，你好，傅先生。啊，你好。你先坐吧。好。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调查南宫琉璃？你想干什么？傅先生，您先别误会。我是顾西城的妻子，我叫贺锦熙。顾西城？神龙集团那个顾西城？你是他妻子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，南宫琉璃是你前女友，我相信你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能不能替我劝一劝她，请她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，可以吗？你找错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啊！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是错误的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她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我阻止不了她。傅先生，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，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顾西城看到这份资料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交给顾西城，伤害到南宫琉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傅先生，傅先生，我的天哪！